你瞓醒啦？唔瞓多陣先？唔啊，做嘢緊要。我煮早餐俾你食啊！龍翔道啱啱塞車，連環相撞啊！嗰邊可能會好塞車㗎，你啱唔好去嗰邊啊！你要我兜路，定係叫我揀客㗎？我揸車唔使你教。出嚟做生意好簡單，求財啫。我而家俾個機會大家。喂，你咪可樂？喂，唔做生意啊？你冇話做到12點嘅咩？間鋪頭我嘅，我有話事權。依家唔做你生意啦！喂，食完未啊你？食咁中意食，出去食啦，仆街！喂，司機大哥，啱啱清咗個長工後，你大駕光臨。喂，咩事啊？找錢啊！找錢啊！喂，找錢啊！對唔住，大聲啲啊！對唔住，大聲啲啊！對唔住啊！冇錢就冇人坐的士，死窮閪就去坐叮叮啦！咩事啊，的士大哥？咪標跳到49個1，佢俾張50蚊紙我，話要我找錢喎。4捨5入都唔識啊，就冇人坐的士。呢啲乘客啊，就先至要考牌啊！你講得啱啊，的士大哥。我哋做飲食業啊，成日都遇到呢啲咩閪客㗎。今日先有個啊，唔該前唔該後，當自己大爺啊！唉，唔好勞氣，我哋入去嘆冷氣食飯。阿司機大佬啊，啲嘢得唔得 ？OK 啊！今日咧真係唔好意思啊，我老婆語氣又重咗少少，我省咗一鑊㗎啦。佢仲拍一條片同你專程道歉添。司機大佬，真係好對唔住啊！請你原諒我。誠意係有嘅，因為我對阿嫂啊冇咩興趣，算啦，以後叫佢唔好啦。多謝司機大佬。咁唔知你聽日又可唔可以車我老婆去一去開源道咧？啊，我傾過㗎啦，同佢，我今次會俾翻齊頭1000蚊你，當係賠罪嘅。好，見下你啊！多謝司機大佬。喂，唔講啊，夠鐘接條女放工啊！呢個50蚊啦。喂，司機大佬，收埋佢。係喎，飲咗你杯水，用咗幾張紙巾。即係加得10蚊啦！黐線嘅咩？收埋佢啦，受唔起。黐咩線啊？我好認真㗎，你唔係咁對我，周身唔聚財啊！而家。哎呀，我得張500蚊紙喎，我又冇八達通，又冇 Alipay，又冇 WeChat。咁先係㗎嘛！你咁樣對我，我先覺得自己似返個香港人啊！係嘅。喂，咁你食埋嘢快爛啦，仲坐喺度。上至失落，誰人明白你心境寂寞？眼淚灑不盡，世事難得公允定厚薄。盡力無問收穫，誰人能做到甘於淡薄？美夢會消逝，戲劇人生終有日閉幕。快樂時要快樂，等到落幕人盡了路。醒覺，美夢如酒醉了後更折磨。
即係兩頭蛇啦，我講嘅嘢。但係問題個關鍵就係、即係哈馬斯仍然存在，仍然有一半嘅人都係選擇哈馬斯執政噶嘛，都係。咁啊 Kenny Chow 又咩黃線國啊，講日本咩啊，講日本左，好似你都幾識嘢喎，但係睇下自民黨國會選舉，成個日本政壇乜嘢情況啊？我唔知你係咪住日本啦，咁啊 Liam 就住日本嘅，咁日本就梗有翻咁上下左啦，咁只不過個政黨即係兩邊嘅國力都好強。咁呢個我嘅睇法嚟噶嘛，咁你唔認同你咪唔好認同咯。嗱，我唔知點解咧，你個老婆咧成日都俾 YouTube high 咗啊，咁你就真係屈我話我 high 咗你個老婆，咁我而家即刻 show 翻出嚟示範一次俾你睇，即係我覺得你呢啲人咁膚淺咧，你都唔適合喺度，即係有啲過晒脫晒節噶啦，即係連呢啲咁嘅常見嘅情況你都懷疑人哋去 ban 你咧，係咪真係好冇自信咧？你兩公婆成日都覺得我走去 ban 咗你啲嘢咧，即係我 ban 咗你，一早已經我用另外一個方法 ban 你，你出現都出現唔到啦。即係你不停咁改名，我諗你平時都係慣犯嚟嘅，你都係不停喺人哋嗰度搞事，我相信係，就係呢個合理嘅推斷嚟嘅。咁你老婆就唔係嘅 ，OK， 即係佢又即係正常常嘅，即係比起你嚟講，但係唔知點解佢就會成日俾 YouTube ban 咗，但係你咧？政党いっぱいいただいてくれたアンチの皆様ありがとう。だから一丁目に経済政策を持ってきましたね。減税と積極財政。そして外国人問題ですよ。异军突起的参政党高喊日本人优先，主张主权归国家不归人民，明显的国家主义与排外主义态度引发学者批评。难道日本要回到战前吗？而语出惊人的神谷也被日媒封为日本版川普。选战另一大亮点还有反中第一品牌平野宇龙参战。私平野宇龍はこの国に立ち続ける限り。平野宇龙主张限制中国移民，强化日台关系。选前的夜晚，他的支持者塞爆新宿街头，强调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好，刚刚看到的这一名平野宇龙，他是一个亲港台的东京选区无党籍参议员候选人。近来在网络上就掀起话题，因为他有非常强烈的反中立场，不仅高喊说要拒绝更多的中国移民，还说购买中国制品就是助长中国的国力增强。而且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的时候，他是不时的就专程前往香港发声，就被誉为是日本反送中的第一人。それだけではなく、皆様の一票が日本全体の民意を動かし、そして世論を動かします。日本参议院大选前夕，东京选区无党籍候选人平野宇龙透过 YouTube 最后拉票，个人社群平台上全是他卖力宣讲身影，但强烈反中立场也让他不时遭到攻击。中国の悪口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何中国人ですよ。あ、そうなんだ。いや、移民反対なんで、移民反対なんで。A completely different material to Japanese people. 即便被抢麦比中指泼不明液帖，平野宇龙坚决不向中国低头，还跑到中国大使馆前呛虾。他认为日本现在84万中国人，有16万已取得国籍，若继续放任，恐怕让日本陷入港台危险处境。中国製を買うということは中国の国力に協力するということ。そして中国の大使は台湾独立に加担したら日本人は火の海に巻き込まれることになると発言し、これだけ分かりやすく軽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か？2019年香港反送中，平野宇龙专程前往，高唱愿荣光归香港，更喊出每月赴港，直到运动完结。后来虽遭拒绝入境，却被誉为日本反送中第一人。现年31岁的平野宇龙，外形姣好，还当过和服模特。如今转战政坛，主张严格限制中国移民，并强化港台关系，要用温柔的力量让日本觉醒。从过去只身宣讲无人理睬，到现在街头支持者万人空巷，平野宇龙站在宣传车上的身影，成人日港台口中皇国兴衰，在此一役。新聞綜合報道。咁啊 Peter 就左膠又變春粉啊，
唔知喺邊度聽過啊咁樣，係是但啦，唔知。咁啊 Danny 咩 Peter 嗰條友叫 Candy Chow， 哦係啊，而家知啊 ，thank you。Danny 話陶傑啊，梗係垃圾啦，我都係桃花島一份子啊。咩叫桃花島唔知，大家都小心啲啊。咩叫桃花島啊 ？Anyway， 喂咁啊。尚令人怨，君子在撲火吹不走亂煙，他加上嘴巴給我做磨練，洶湧的愛撲着我盡力亂吻亂纏，偏偏知道愛令我無明天，愛會像頭餓狼嘴巴似極甜。就近玩玩他空心變情意，愛會像頭餓狼豈可抱着面，他必給我狠狠的身世做留念。他倚着我肩負給我耳邊，毒暈而產生色相令人戀，君子在撲火吹不走亂煙，他加上嘴巴給我做磨練，洶湧的愛撲着我盡力亂吻亂纏，偏偏知道愛令我無明天，愛會像頭餓狼嘴巴似極甜，假使就近玩玩他空心變情面，愛會像頭餓狼豈可抱着面，他必給我狠狠的身世做留念，愛會像頭餓狼嘴巴似極甜，假使就近玩玩他空心變情面。